选前最后一天，为厦门、上海甲北京飞转来台湾的班机是逐班拢客满，预计今仔日大概有将近20万的台商会转来转票。选前上尾天，厦门、上海、北京飞同机场的班机逐班拢客满，真侪台商拢伫咧大选进前上尾天转来台湾。国家最近一礼拜自大陆转来台湾的人数，估计有要到20万的台商转来投票。真侪人拢是投票煞就要登去大陆工作。基本上都回来，没有事先把所有工作先排开。其实今天比较人是真的比较多，几乎全满。周遭是不是回来投票意愿蛮高的？是啊，大概有80%。根据移民署国境大队的统计资料，敢若是同机场初5到10日，个人自大陆返台的人数48974人。比前一礼拜40180人加8794人。对趋势来看，愈晚大选转来台湾的人数就愈多。这个这么重要的选举，对啊，刚刚看整台飞机都坐满，同事也都蛮热烈的，想要回来。曾回来投票了。是的。那机票好买吗？有包机的票。台商表示，甲前2遍大选比起来，这边转来人确实有较多，航班全班拢正热门。不管是坐直航的班机、自港澳转机，也是行小三通的人拢正多。大家拢希望会当赶转来台湾投新胜的一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